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当天气咧变化的时阵，我就会足无闲，因为有真侪人无洗哩，就呛着风，就感冒啊！感冒的台语词是寒着、寒着、寒着，汉字写作寒着，罗马字写作寒着。寒第5调读本调无变调，着第8调读轻声着。寒文音读寒，大寒寒流的寒，白话音读寒。正月寒死猪，2月寒死牛，3月寒死报产妇的寒。寒着就是感着，感冒，天气较冷，呛着风，也是衫穿无够烧，就会寒着。就你。寒着有当时啊会流鼻水、拍卡唱，有时佫会酷酷嗽，甚至会发烧。这拢是咱人的身躯咧对抗病毒的机制。除了去互医生看食药啊，咱嘛会当啉较济茶咧，加休困觉，安尼会较紧好。人若咧破病的时阵，因为身躯会足无爽快，精神嘛会较歹。台语会讲死恹恹，就是人无精神、真忝的款。有一句俗语讲：铁拍的身体袂堪得3日的落屎。意思是讲，无论身体偌勇健的人，若破病几6天，嘛会袂堪日。有的少年人真爱水，为着要穿伊介意的衫，有时寒人穿热人的衫，穿伤少，安尼去寒着，就会互人讲伊爱水，唔惊流鼻水。复习寒着、感着、感冒、拍卡唱、酷酷嗽、发烧、死恹恹、铁拍身体袂堪得3日的落屎，爱水唔惊流鼻水。总讲一句，身体健康足重要。咱大家拢爱注意天气的变化，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。安尼，今仔日咱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